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感謝主嘅話語留應許，原來就必得着。今日要讀嘅經文係希伯來書10章36節，你們必須忍耐，使你們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所應許的。小故事就講到，有一隻人在一隻溪水旁，看到一隻婆婆正為咗要行過一隻水來發燒，佢就好心嘅問婆婆：愛我背你過河嗎？那婆婆好驚訝嘅看見佢，但係一句話也冇講，只係點點頭表示同意。一隻人就用盡氣力背緊婆婆行過去溪水，結果過去溪水之後，婆婆竟然連一隻倒車都冇，就匆匆忙忙嘅走開。看到愛死嘅一隻人有啲懊悔，覺得呢隻婆婆真係唔懂禮貌留感恩。記咗終點之後，佢在好難走嘅山區邊馬里壓到愛變成豬頭嘅時候，一隻年輕人就追上來，對佢講：多謝你幫佢我嘅婆婆，我婆婆愛我帶一啲乾糧、老藥，還有一條驢仔俾你，還有我嘅婆婆係啞嘅，所以佢愛我幫佢，多謝你。我哋一齊來默想，唔需急緊相信愛所有嘅答案，有時候你愛檢出一啲耐心來等下，神常常會加速環境成全你，但係唔要即刻將一切都講俾你聽，忍耐到底嘅必然得救。我哋一齊來禱告，信實可靠嘅天父，天地愛廢棄，你嘅話卻唔能夠廢棄。感謝你對我哋嘅應許也從來唔落空。主啊，你做事也唔係我哋所能夠切脫嘅，你總係按照我嘅時間留方式來成就我嘅美事。我哋凡事也需要有忍耐，等待我嘅旨意成就，也得出你所應許嘅。我哋將一切嘅尊貴榮耀歸俾你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們。